加大9年，吼，啊，你看因两个好死人拢毋捌拄过，两个拢伫德国，结果两个拢毋捌拄过。啊，因两个，结果因两个有足无共款的生平。巴哈吼生20个囝，虽然讲囝有10个，真个活落来，真个较大汉。啊，不过韩德尔无结婚，伊无结婚嘛，拢无囝。要不过一世人荣华富贵啊！伊爸爸是外科医生，所以伊爸爸一开始是叫伊爱读法律，啊伊外，因为伊伫阁楼发现一台转去，啊就去弹了感觉也足喜的，啊就开始叛逆哦，歪读书，去学音乐。啊虽然讲伊是德国人，也不过伊上尾，伊是规划英国人啊，啊原因是安怎的？当然是因为伊伫英国的发展足好的，然后足侪赞助商的，所以是安怎伊规世人不愁吃穿哦。因为他伊规世人赞助者有捌摕过。你爱想伊出世是1685年哦，17世纪，伫迄个时阵，就迄间有人一年要互伊20万英镑。咱若用今日来算，就是一年互伊80万的单票，就是叫伊我80万互伊，你就是每工写音乐就好啊，吼你莫做网红。所以伊就知影讲，伫迄个时阵，伊是日子就真诶过了足好。伊甲巴哈完全无共款哦。韩德尔当代伊是国际巨星哦，英国、德国、意大利，大家拢知影伊是谁。巴哈离伊倒去天边之前啊，是无人捌，足可怜、足惨的，无钱的呢，所以因两个际遇是完全无共款的。咱今日这条，咱来做伙来唱，因为这条大家应该出熟的。好，咱来做伙唱第1站到第2站。
边，为什么北边弱？然后开始到波士顿，然后后来一直都住在纽约、纽泽西附近。他说整个音乐的生涯都是这样，所以在观众之间，伊个人啊，写出一咱知影完全不的诗歌，咱今日来作为唱第一站的。这是礼拜就要开始。礼拜就要开始，请回有中月手里怀机，也是传神经啊，请咱安静一分钟。走吧。
是阮路上的所在，甲困难，也是患难中一时的帮助。只是咱来因信心101首，大家大欢喜，何乐来因诗，请起立领专首。伊是来客语，请根据客语文第35篇，客语文第35篇，也是以赛亚书第55篇。见若恁喙焦的，就来就盆水。来啊，毋免问，毋免计钱。恁写书开开钱，要迄个会食第面。恁着留心看我，就会食迄个好面。着通摇花通找时来找伊。
歹人就离开伊的路，唯用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粮头就是恁的粮头。因为天是怎样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较细，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雨杀种的有经济。我嘴所讲出的话也是安尼，我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双白发声来替草树，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只是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今仔日会当主持来敬拜主你。你是信实可慈爱神，你的话语是阮脚前顶路上的光，求你帮助阮，你只是听无，会当活出你的道，逐工伫个生活里，不断追求虔诚的信仰。更加亲近你的甲你伫咧，主啊，我也摕着华人地区的同在来祈祷，求你怜悯遐受灾的家庭，安慰因的心，用因所需要一切，也求你加力量，互救灾的单位为伊志工，互中的工作会使顺利来进行，愿你平安领导一片土地，也互人在困难中会使经历你的恩典甲恩望。主啊，阮靠为拜堂的整个完成，献上感恩，就惊人，你亲自带领，看顾一切辅助。后周，阮要来举行现场礼拜，由你和这间拜堂从教会成做你荣耀的仪式所在，成做最人，而且会使遇到你蒙福的所在。愿阮的教会继续伫个社区中发光最阳，荣耀你的名。只是阮来因主导人来祈祷，愿你的地，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天，阮的心良欢，下面阮的国，是阮下面国的名，我的华丽的一切，有对我华丽的爱，以后华丽的娱乐都是收入，在我中，阿门。这是咱来研开圣经，今仔日圣经有3位，咱先来看路加福音9章28节到34节。讲遮个话了，差不多被耶稣带彼得、约翰、雅各三甲上山祈祷。祈祷的时，伊的面貌有所改样，伊的衫白骨骼惨惨。忽然有2人甲伊讲，就是摩西
伊伫遐，伊伫因公出现，担任伊的过世，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要经历过，必定甲当地的人野性分去。伫因精神就看见耶稣的阳光，以及甲伊徛起的两人。当遐两人离开的时，伊就对耶稣讲：“先生，伫咱遮真好，阮来打三做了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是毋知伊所讲。”讲遮个话时，有云答应，因就伫云内一惊。过来看圣经民数记6章22节到26节。耶稣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亚伦甲伊的囝讲，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对因讲：愿耶和华赐互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继续，我来看罗马书10章9节到10节，就是你用嘴所传的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救。因为安尼，用心信得到得着伊，用嘴念得到得着伊。这是咱请圣歌队唱的今仔的歌。
讲到咱写本堂做牧师，今仔要讲到的题目是你变了。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伫这个礼拜中间来做伙来思考一个真艺术的题目，就是你叫有改变无？你叫有变化无？咱一定会听过人甲你讲啊，你变较瘦啦，啊，你即马变较好看，变较少啦。有时阵，的确是一寡夸奖的话，毋过有时，即句话内底嘛有一寡的批评伫内底，比如讲，哎，你变啦，你以前毋是安尼，你即马变到无遐尔个单纯。事实上，人会变，环境会变。咱的心情、人生的阶段拢在改变。毋过，圣经甲咱讲，上重要的改变，毋是干那外面看会到的，乃是内底属灵生命的变化。因为上帝呼召咱，毋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干那有宗教习惯的人尔，是来互咱变做一个，互基督改变，愈来愈亲像基督耶稣的人。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有三个所在，讲到改变换新，也是转化的重要。基督教福音内底有记载，耶稣就山去祈祷。祈祷的时，伊的面貌就改变。学生亲目看见耶稣的荣光显现。伫民数记内底第6章有记载，上帝吩咐祭司替百姓去祝福讲：愿耶和华互恁的面光照恁，施恩互恁。这是一个生命互上帝同在所改变的记号。过来，伫罗马书有记载讲，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得到。这就是生命彻底转化的根基。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互相勉励，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一定会经验到改变，你将有变化，你的生命会当反映出基督的荣光也无。路加福音第9章有记载，耶稣带彼得、约翰甲雅各上山去祈祷。祈祷的时阵，耶稣的面貌忽然间改变，伊的衫伫发光。了后，摩西甲以利亚出现，甲耶稣讲话谈论伊要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这对话了后，耶稣本来要下山去传福音，去服侍众人，毋过这时彼得无想要走，伊想要留伫遐。讲主啊，咱留伫遮食好。彼得大概想讲的就是，莫走啦！一世人享受伫即个荣光的时期，皆毋是上介好。这段圣经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改变是伫地中会发生的。耶稣毋是伫真无用服侍的中间改变伊的面貌。耶稣嘛毋是伫赶鬼的时阵，也是甲法利赛人伫对抗的时
改变。耶稣是伫正行基督的中间改变，互天父的荣光甲伊充满。虽然圣经无明讲伊迄时在敬拜，毋过我相信耶稣的祈祷就是伊敬拜上帝的时机。因为祈祷毋是干那讲出咱的需要尔，佫是咱互上帝规个拢活心的机会，互伊的荣光进入咱的生命。所以，一个人若愿意安静落来，谦卑家己，规个生命拢会渐渐改变。迄个改变毋是装出来的，是上帝的同在真实进入生命的结果。第二项就是改变了后会发出上帝的荣耀。彼得甲约翰看到迄个耶稣的荣光了后，伊就愕然，因为伊毋捌看见耶稣即款的荣光。耶稣的荣光甲伊显现的目的，毋是互因惊吓，是要互因明白，因的老师毋是普通犹太人的列比尔，伊就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是迄位大官人的君王。兄弟姊妹，咱若愿意谦卑行伫上帝旨意内底，上帝的荣光嘛会照着咱的身上。人若看着咱的生活，咱的态度，咱的价值观，甲世界无共，就会感觉有一种无共款的光伫咱内底，迄就是基督的光。圣经记载讲，彼得甲耶稣讲：主啊，咱伫遮食好，阮来打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然后咱永远住伫一个所在，也毋是食好。圣经记载耶稣无甲伊答应，因为宝贵的属灵经验，毋是为着家己享受，是为着装备咱，准备彩排下山落山去服侍别人。山顶是拄着上帝的所在。毋过山骹正是实现使命的所在。我讲一遍，山顶是拄着上帝的所在，山骹正是实现使命的所在。上帝要互咱伫山顶得到快乐，嘛要找派咱下山，用一个快乐去服侍众人，互世界看见上帝的荣光。兄弟姊妹，咱拢有即款的感受，就是咱会想讲：主啊，我要永远留伫一个美好的聚会就好了。咱听诗歌敬拜。咱伫聚会的中间享受大款内底，无论是音乐，还是讲道，还是即个气氛。咱伫聚会的中间流目屎，真感动，咱感觉真好。毋过，耶稣要互咱明白，真正的改变，毋是留伫感动内面尔，是要出去，要落山。转去面对现实的生活，伫现实生活中间，
活出一个上帝国的价值。咱若伫聚会中间受感动，伫敬拜中间流目屎，毋过下山了后，拢无改变，忧怨怨恨，忧怨悲平，无疼心。即款的改变毋是真的，真实的改变是伫家己的生活中，学习用耶稣的款式，互人看去讲，你变了，你有变。毋是外貌的改变，是生命中出现、发出基督的香味。兄弟姊妹，改变毋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改变是真实、实际会发生伫咱生活中间的代志。咱大家拢共款，伫早起的时，你的心情、你的态度，会决定你迄天是得胜的，还是失败。我讲一遍，大家拢共款，透早起来，你的心情、你的态度，会决定你迄天到底是得胜的，还是失败。有时阵，咱透早起来，毋知影啥物原因，咱心情就真无爽快。啥物代志拢还袂发生，心内就真忧闷、真郁卒。有即款的经验无？我相信大家拢有，甚至感觉讲啊，今仔日一定真衰啊！这个时阵，咱内心需要的，毋是一杯 Double Espresso。Double Espresso 可能有效哦，嘛毋是送手机啊，毋是大声看新闻等等。上重要的是安静伫上帝的面前，祈祷、甲敬，将你一切的心情，包括你的心、你的想法，互上帝知影。那上帝临到你，你会发现你的眼光渐渐啊改变，本来看做艰难的代志，即马看做是一个操练信心的机会。本来看做无五万的事件，即马变做互上帝介入的舞台。即款的改变，毋是环境变，是咱的心互上帝的平安、阳光所转化。约翰福音有记载讲，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罪心意。就腓立比书共款迄个完整的话，就是讲，点伫受事阮配力的，我事事拢会。新的代语翻译做：我靠使我配力的基督，我有配力通克服逐款的坚固。这20个建设，互咱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有2项的事实。第一，就是咱若离开耶稣，啥物拢做袂成，马上变做软弱。另外一方面，咱若倚靠主，就事事拢会。所以咱的信仰毋是靠家己去经，是爱学习倚靠主，去克服逐种的坚固。因为真实会讲刚强，是对上帝遐来的快乐。上帝是咱的快乐，是咱的顶牌，是咱的避难所。当你拄着压力、挑战、征战、试探的时，
拢毋免惊，嘛毋免靠家己去紧，干那需要我靠上帝开嘴祈祷讲主啊，求你加添我气力，上帝的帮赞会伫你软弱的中间，互你悠然徛在。有时咱真正软弱的原因，是心内的想法，还是一寡迄个固执的习惯？可能有人得罪你，讲一句话，互你无爽快，做一件代志，互你受伤。咱人本性上自然的反应就是生气、报复，也是甲对方受理。毋过圣经甲咱教是讲爱赦免，毋是生气，毋是报复，是爱赦免。即句话讲起来真简单，做起来真困难。因为赦免毋是靠咱家己的感觉，是靠顺服上帝的心。当咱祈祷，将感受交予上帝，互伊的话提起咱会渐渐得到一种内底有的气力，去选择用正确的反应去面对。你若选择赦免，你就是代表你宣告讲，你较赢你的对手，因为真正的赦免就是属灵的真正，伊会赢过苦毒，赢过怨恨，赢过自我中心。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诚做伊军队中的勇士。咱随时爱用属灵的军装来装备家己，来准备交战。这拢毋是理论，毋是课本内底的字，是咱每一个人每一日的生活拢需要摕起来使用的武器。若囥伫遐无使用，迄个武器就毋是你的。祈祷，互咱的心坚固。敬拜，互咱的灵魂精神赞美，互咱的嘴充满信心。上帝的话，互咱的骹有方向。咱若逐日拢用这4项的武器，咱就会发现，逐天拢是你改变的日子。毋免等到某一个时刻才来改变。伫民数记内底6章有记载，百姓上帝得到上帝祝福的话，讲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的面看你，守赐你平安。兄弟姊妹，阮知影双年有用即句话来做结束的祈祷，这是诚好。兄弟姊妹，这毋是简单一句祝福的话，这是一个改变的应允。当上帝的面光照你，你的生命。你的面貌，你规个人拢会改变。耶稣伫山顶祈祷的时，伊的面貌改变，发出阳光。兄弟姊妹，你敢知影无？咱的表情其实拢是生命的反应。你若常常甲上帝相甲行，你的面貌就会显出上帝国的气质。伊毋是伪装出来的笑容，是内心发出来的光。
总是咱的心内是充满怨叹的、苦毒的、批评的、生气的，这拢共款写伫面上，外表快出，这个人内底到底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你想看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无一定完全了解你的信仰，嘛毋知影你的想法。伊可能嘛无读过圣经，毋过伊甲你接触的时，有看到你的表情，听到你的口气，看到你做代志的态度。有时阵，一句话，一个笑容，一个温柔的回答，就已经是福音的见证。人会好奇甲你问讲，你哪会遐尔啊平静稳定啊？你哪会无生气？迄个时阵，你根本毋免讲一大堆道理，你的态度、你的表情，拢替你讲话，兄弟姊妹。咱着常常亲近主、敬拜主，上帝的恩光自然就会反映伫咱的心上。世界看袂着咱的心，不过世界看会着咱的面、咱的行动、咱的价值观，就知影咱是啥的温度。我会记一个姊妹分享伊的经验，伊开始信仰认真的时，伊就坚持，逐天上班以前，拢会一定会开时间咧祈祷，去换一个新的工作，所以佫较需要直祈祷，求主互伊平安、有欢喜、有疼心，去过迄天，去完成迄天的工作。伊上班一段时间了后，伊的同事就忽然间甲伊讲，伊讲，为什么你甲别人较无共？我感觉你是较平静、较快乐的人呢。即个姊妹嘛无用一大堆道理甲伊讲福音，无，伊家己唱一个。心内说感谢主，有人看到我内心的平安。过一段时间了后，迄个同事就挡袂牢，甲伊问讲：你是毋是基督徒啊？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气质，有一个气量，有一个面貌。互世间人会当看出伊是无共，兄弟姊妹，咱爱学习常常敬拜上帝，互上帝的同在充满咱的心。当上帝的阳光临到，伊的光会反映伫咱的面貌、咱的眼神、咱的态度的顶面。上帝的面光照咱的面。就会发出伊的荣耀。这个世界需要看见的，毋是较侪的道理，可能是较侪有光的人活伫世界。愿上帝互咱每一日的生活拢会当发出上帝的阳光。马太福音有记载。一个泰戈的人来见耶稣，咱着注意，这个泰戈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伊头一项做的，毋是马上开嘴讲主啊，请你替我医好。泰戈的人头一项做的，是跪落来敬拜耶稣，然后才讲。主啊，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咱的祈祷常常是即款的，就是讲，包括我主啊，求你帮助我，
主啊，求你予我即项还有迄项，拢是真着急，大心求家己的事业，总是圣经提醒咱，祈祷头一项应该做的，就是敬拜。当咱大心抬头看主，尊主最大，咱会发现，本来阮挂虑的事，行的心，拢会渐渐变细。当咱用学老的心开始祈祷，你的信心就起来。你看，保罗的祈祷，伊无直直地求物质上的祝福，伊反倒求的是教会的复兴，教会会当转来到上帝本来设计的计划的中间。所以，伊真在意的是教会内底信徒性命，所以伊就求上帝，互教会内底的人会当较明白基督的疼，互上帝，互教会内底的人伫患难中悠然平在。所以你看保罗的批内底，伊的祈祷充满感恩。伊毋是讲一直伫讲，互我。你看伊的批，伊会发现，伊直直伫讲感谢主，感谢上帝，感谢你。这种的祈祷本身就是一种的敬拜。当咱伫祈祷的内面赞美比祈求搁较济，咱的心就会开始有调整，因为即时，咱无过是看家己的需要，咱转化以后，看见上帝伟大，看见上帝信息。咱若学习逐工学老主，无论代志是好是歹，心内悠然平静，充满贵人。所以咱来学习就是大心敬拜，搁来祈求。我讲一摆，大心敬拜，搁来祈求。学老比祈求较济，因为当你敬拜的时，敬拜会拍开天顶的门，学老会互你的心过静，互咱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搁较亲像耶稣。诗篇34篇第30有记载，恁甲我着学老耶和华做伴，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即句话是敬拜的呼召，嘛是信心的宣告。尊主做伴 ，magnify the Lord。这个意思是将上帝放大。咱讲主啊，我尊你做伴，意思其实是讲主啊，你比我的烦恼搁较大，你比我的问题搁较大，你比我的欠亏搁较大。有时阵，咱想过头放大家己的问题，互家己的心一直惊，结果咱的信仰，咱的上帝伫咱心中的地位就哪细。问题真大，不过咱心内底的上帝愈来愈细。当咱重新尊主做伴，咱的信心就会恢复，勇气就涌出来。咱随所唱的歌，就是咱信仰的告别。咱若常常伫唱歌讲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我的一切，毋是干那安尼唱歌尔。即句歌词就会变做咱信心的宣告。歌曲本身毋是干那音乐的声音，
伊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有时，咱可能还未得到答案，不过咱用信心决意，大心用上帝用歌声来宣告主啊！我相信你必掌管，这就是用敬拜赢过惊吓，用懊恼越过困难的意思。尊主做歌会带来自由，当咱会专心敬拜上帝，眼光无搁点伫问题的顶面，咱心内压力自然就会得到透放。有真侪兄弟姊妹嘛分享讲，一直聚会的时、敬拜的时，流目屎，当会放落来，然会当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是上帝的同在，甲伊透放。尊主做大，毋是一句口号，尊主做大是一种属灵的经验。当咱夜头看主，问题就变小；当咱高举耶稣的名，咱的灵就得到自由。当咱将尊主做大，成做咱生活的态度，咱的信心就得到坚固。兄弟姊妹，最后，咱看到敬拜的原灵，罗马书第14章有记载，逐个骹头会甲我跪拜。逐个嘴宣称我是上帝，逐个骹头有包括你无？无人甲我回答。万事都要向上帝跪拜，有没有包括我们？有嘛哦。所以兄弟姊妹，咱互相来勉励敬拜，毋是一个心内态度尔，嘛需要咱的具体的配合。毋是干那我心灵诚实坐伫遐好，当然你心灵诚实上帝知影。不过，咱嘛需要用具体去配合，无论伫野手也好，跪落来嘛好，开喙嘛好，伫心内祈祷学拢嘛好。这拢毋是表面上的形式，是真实属灵的宣告。咱若安尼每一句话讲，主啊，我感谢你，拢是伫对天顶的主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堪得到一切尊贵、荣耀甲敬拜。兄弟姊妹，撒旦毋是无所不能的，我相信撒旦知影即款代志，不过伊毋是无所不能的。伊无一定看到真清楚阮的内心，不过咱一定看会到咱的动作。请注意听，为什么安尼讲？当撒旦看到一个人，虽然伫真困难、真艰苦的中间，犹原举手去敬拜的时，犹原将荣耀归乎上帝的时，当撒旦看到人安尼做的时，伊就知影家己输啊。具体爱配合信心，就是安尼的原因。因为敬拜是宣告上帝正常一直掌权，敬拜会互黑暗褪去，敬拜会互信心起来。因为敬拜是属灵真正中间需要有慧力的武器。伫启示录有记载，咱若是爱受苦的时，去到天顶，应该是真享受。因为圣经记载，天顶满满拢是敬拜，天顶有天使，有长老，有众信徒，不断直直地想，圣哉，圣哉，圣哉。
兄弟姊妹，当咱伫地面敬拜时，当咱伫地面上敬拜的时，其实就是甲天顶的敬拜相结连。天顶是24点钟直直敬拜。当人伫地面上敬拜上帝时，其实就已经享受到天顶敬拜的迄款的气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敬拜毋是节目的一个部分，敬拜本身是咱快乐的源头，无论是欢喜还是艰苦，互咱常常跪落来敬拜耶稣的学乐。因为敬拜会转化咱的生命，会改变咱所在，会改变咱的环境，来带出上帝真实的同在。最后，兄弟姊妹，你敢有变化无？当然，大家拢变化，因为变较老啊。不过，即句毋是凊彩去问的一句话，这嘛是一个属灵的挑战。咱有变化。伫今仔日所讲到的中间，特别所记载的，就是耶稣伫山顶变化。伫祈祷中间，甲上帝相拄，然后生命做换新。伫日常伫生活平常的生活中间，是毋是会当互人看见咱内底基督的形象？搁来就是咱的信仰生活，咱知影。大家拢有祈祷甲敬拜的时刻，不过，咱是毋是爱调整讲，互赞美比祈求搁较济？常常是尊主最大，尊主最大就是将上帝放大，上帝比我困难，比我处境搁较大，最后。就是用敬拜来得着魔鬼，因为敬拜会当吸引上帝的主。当别人看到你的时，甲你讲，你变了。原即句话代表的，毋是咱互世俗化影响，所以咱变，是因为基督的阳光。已经照伫咱的生命内底，互别人看出，透过咱的生命，看见上帝荣耀的形象。愿主帮助咱，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确无改变，日日换新，伫到咱的生命真实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欢笑，请诸位来祈祷。天顶的主，阮是有罪的人，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互阮食做你的囝子，嘛得着敬拜、学乐、祈祷的决定。求你来帮助调整阮的信仰生活，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怎样去敬拜。怎样去学乐，怎样去祈祷？求你帮助，互阮直直确无改变，日日伫圣经内底活醒，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范式，将阳光归于你。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阿门。这是咱来听信息第18首，原主救主原意做我不教。
请敬礼的转述。
请坐。接下来的报告，后主事工主理杨书书会议会主委苏平、郑丽华姊妹交代书献，安志明姊妹兄弟、郑小新姊妹新嘉义关怀，杨美萍姊妹周碧珠、杨晓文、罗彩珍姊妹佩辉、黄宗仪姊妹北情邀请蔡依婷姊妹。片西杏花队、林控、林雅兰，后主成人主日学奖金，是1楼礼拜堂提供联合礼拜，主会举手已经奉献，请咱自行观看。本会消息，乡亲会定后主日早起9点半举行1楼礼拜堂启用联合礼拜。为中要主日学升级礼拜，会后举行全教会大扫除以及当天迄天有简单的爱餐，也请兄弟来自备餐具。第二，对顶礼拜开始，华语礼拜程序有做修改变动，也请兄弟来注意，谢谢。第三，请为花莲同乡洪灾奉献以及祷告。受灾后救援以及安全顺利，也求助保守因的心灵。救援行动由前线人员来主导，求助是义务与体力，和政府提供无受阻碍完整人力专备，可灾后止步平安援救。第四，后礼拜大扫除的区域分配，请咱来自行观看。那无分配到的，会使用杨美品酒路来供养。和便利每天丢落来做安排。第五，华语查经进度到4世纪最后停留伫咧一时无望，个人因行，百姓因行，互以色列进入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接下来，看要进入后一阵路德记，用4周的时间来看这黑暗中的一道微光，请大家会使来参加华语主日学。第六，台北中会传道部兄弟11月1号拜六早起8点15分，伫大道埕教会来举办进阶班的长职训练会，也请勇士来报名参加。关怀代祷，本会洪淑锦姊妹母亲伫10月7号安定主怀。请为伊做代祷，求主安慰。第二，伊厝调养的兄弟有马来金、柯玉、郑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玉珠、段颖、刘秋燕、洪文展兄弟的母亲。第四，也请为教会1楼礼拜堂以及3楼礼拜堂整建维修来奉献以及代祷。第五，请为泰山教会以及文教会教社发展来代祷。求主保守文经教会，奉献报告也请自行观看。若有问题也请财务组来反映。这是咱来看一个影片，咱拜堂每年的修剪的简单的那个影片。
后礼拜什么日子？就是现场的日子吼，所以马上有一个改变的机会吼。所以若是你愿意吼，后礼拜会当唱搁较水吼，搁较水去到礼拜堂现场的是翕相来做这个纪念吼。所以后礼拜就是咱迄个工程有真长的时间后礼拜已经完成，将这个礼拜堂献给上帝互教会会当继续完成上帝所设计教会需要完成的使命。过来就是要介绍新朋友，也是比较没有来的会友，就是以前云葵真姐妹现在来好不好？即是咱来读本周的记载伫咧罗马书十章第二节，罗马书十章第二节，咱做伙来读一摆。我伫当即世间出版，就用信心来传心向我的家，互你对你的心理是存着善良、行欢喜、顺传的旨意。拜一拜。我伫当即世间出版。有信心把心来对话，互你对你的心是上的善良，行欢喜顺传的旨意。这是来上面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特别上帝疼人信心的感动，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拜祭有行即个2场的告别式拢毋是伫咱教会拢伫殡仪馆的所在一场是咱卢云技师的爸爸家属伫咧遮甲大家说多声感谢大家的关心已经完成一位是吴丽君老师的爸爸上官讲迄工一直讲说多谢。这个什么求助科秀安尼所以拄好咱教会两个牧师分别去参加咱继续为这两个家庭来祈祷祝祝福祝安慰以上请咱来听平安礼，互相平安，祝福。